以湖為雲，以鄉山文化為根，選址中山生態宜居板塊，緊鄰天然路湖，坐擁湖景、濕地、陸地等複合生態資源，形成咗推窗見湖、出門娛樂嘅自然生態格局。依家我哋嚟到自然生態大盤羅湖鄉山小鎮，都贈送戶型海景與實用兼備，一期所人間為實景準現樓，全新組田鹿鳴苑主推建築面積為75方到119方，高質量洋房，涵蓋1+1房到2+1房嘅多種戶型，適配於度假、自住、養老等多元素需求。揸車30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珠海城區同埋我哋嘅港珠澳口岸，25分鐘左右就達我哋嘅中山城區噶啦。開話30分鐘車程，擁有咗我哋嘅珠中雙城配套。茶餘飯後可以同屋企人喺江邊散步。呢度係中山嘅第2大島，佔地面積約600幾畝地，三山環繞，一面環海。呢度應該係睇日落最好嘅樓盤嚟啦。